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台娇娇。搿次大半年，一到收费中心来着。做30分钟。偶遇。啊，好，你好。是在哪哈？高低领的，高低3对0，3几块，3块钿吃，再不吃马上跑脱。大足吃海，现在人越来越多，整整2个钟头，从第一个吃到下个，哪个吃到热个，终极一点，埃个地方可比吃味道好。发出意外，挨到也是一般炮台店，我随便哪不相信搿点00后位于南京炮台毛巨台里向个蓝巨山。现在原路回出去，想海鲜，一不是朋友讲拨我听，就算我单子收费中心，还不晓得里向会有安上一个地方。网络时代最想吓破巷子声，谁让我马上要去送他个么子？不晓得有几个人尝过这个味道。邻居门口的单子。哟，喂，汤头我当你摆辣门口里咋？好的。一只红颜色的袋袋啊。我晓得的。拍张照发拨你，么子送他。现在到阿婆屋里去吃饭，空气炸锅打开做。开蒸。口浪的，肉，后生吃海吃海丝，没说来一套阿婆的，再去新发海做，还有当年3费弄出来的，啊，儿子难得来一道啊！看我2块全部换成账，到屋里你多吃啊！一块是几块了？没人吃，用那个闲话讲，一吃第一个就光脱的啊！别在那讲吧。哎哟！我有个50年了呢，我要倒一倒。看看今年年夜饭还会发财啊？你知道？哟，姜太多啊！哟，吃得最有发现，一张眼胡子了还。特别独特，有年后去吃的蛮好吃的。啥人？整个有人也吃个。哎，我天亮嘛，你不懂。哈啥人？中浪来得就中浪吃，那个今头讲是个中闲话的。那是我儿子啊，为一个地方当我喊，不来噻，我帮你吃。猴子比我还结棍。你都吃吧，拜拜。不是，你可是来吃呀？你啥子不来呢？今在忙。你农业天不忙呢？看见你哈。别怕噻，到火里。我才怕大地风扇不开，喊我数4地风扇，负点。因为能量噻，动力噻。眼睛也一望头盘高头牵着。啊，你个边是啥个？哎呦。那么讲，得不得了那的。你看，你弄丢呢。还好兴风在身浪向。俗称13日。13日，我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年、21年、22、23、24，滚到屁上！你得来。你别帮我哎。哦，开着。救命哇菩萨，一转眼睛一眨，神个死儿子。今朝鸭子儿子媳妇也带阿婆屋里去吃饭子。哎哟，今日天分来，落得够张新孩子，蓝点心开着，重阳节，随便呢还不能控制手气。哟，那个电梯不动个家，开张一个是8发单，谁也自家追下去，看来大海不认账。篮球阿婆不打个，肥金阿公不包个，开板阿婆不销售个，后手上阿公不脱个。哦，看见着，哎呀，么子阿公阿婆肯定用得着。